7天之后就是少城主卓考，时间紧迫，从基础开始练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教你一招，让你一招制敌。什么招？先把马步扎好，然后抬起左脚，接着用力向前使出右拳。这招的基本功扎实才能发挥作用。三公主武功尽失，少君怎么教她这招？不行，我得去提醒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们要是不想被你们少君送回玄武城，好好待着，看那儿。再来，这回抬起右脚，用力向前使出左拳。继续。你故意的？你就想看我出手是不是？明明是三公主，你一次次投怀送抱。不练。哎，好了不闹了。现在是认真的，我教你怎么打败林七。怎么打败？福尔过来。我教你一招，到时候你的分数会比林七高1分。这个时候你们就算同时滚到台下，打成平手，到时候也是你赢得50魁首。我的天，这么鸡贼，这招怎么练？那你还不凑近点？好，我教你。三位先生，今日叫你们来呢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少城主卓考之事。哎呀，我怎么了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怎么动不动就跪？快起来，起来啊！三公主啊，我等能力有限，平时帮您出主意还行，但是像少城主卓考这么大的事儿，那我们想帮您赢，我们也无能为力呀。三公主，恕我等不能。不是，我不想赢，我要输。输？坐。哎，快点的。